5丈原嘅煙火熄滅。魏延、楊儀兩個人相上為悲劇下場，蜀漢失去丞相諸葛亮，又折損大將魏延，內部經歷一場血淋淋嘅內鬥。呢個時候嘅蜀漢好似一艘失去主舵嘅大船，外面有強大嘅曹魏虎視眈眈，東邊嘅吳國雖然係盟友，但亦都有自己嘅算盤。國內人才凋零，連場北伐，耗損大量民力物力，朝野上下人心浮動，好多人會有一個誤解。諸葛亮死咗之後，就即刻輪到姜維大權在握，不斷出兵北伐。其實事實並唔係咁。諸葛亮離世之後，蜀漢嘅最高掌權人並唔係姜維，而係秀灣。蜀漢會進入一段長達10幾年以休養生息為主嘅歲月，姜維只係慢慢累積資歷，一步步走上歷史舞台。我哋翻去成都，睇下當時蜀漢朝廷嘅局面。當年諸葛亮身為丞相，集軍政大權於一身，對外主持北伐，對內整頓吏治，安撫百姓。而家丞相不在，蜀漢最緊迫嘅事情就係揀選出新嘅核心領袖，穩定成個國家。早喺諸葛亮還在世嘅時候，已經向後主留空物表，推薦中做自己嘅繼任人。諸葛亮講過，中溫忠實雅正係可以同我一同輔助皇室嘅人才。齋啦呢個人並唔係戰場上面叱咤風雲嘅猛將。佢早年跟隨劉備入蜀，曾經因為做事怠惰，差點被劉備治罪。但係諸葛亮好睇松山冧嘅才幹同胸懷，佢治國唔追求激進冒進，性格沉穩大度，善於後調各方人際關係。魏延事件塵埃落定，楊儀被流放，後主劉住順從諸葛亮嘅遺願，提拔曾淵為尚書令，之後再升到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正式接掌蜀漢嘅軍政大權。好多人會問，楊儀當時跟隨諸葛亮北伐，處理軍務咁出色，點解唔輪到楊儀接位？道理其實好簡單，楊儀才幹雖然高，但性格缺陷實在太過致命，為人心胸狹隘，恩怨分明，容易舉私報復。諸葛亮生前亦都看得好清楚，楊儀可以做一個能幹嘅執行官，但絕對唔適合做一國嘅執政領袖。領導者需要包容朝野各方勢力。如果將大權交俾楊儀，只會令蜀漢朝堂不斷掀起鬥爭。所以諸葛亮心中嘅繼任人自始至終都係爭祖嚟。上台之後即刻改變諸葛亮時代嘅國策。諸葛亮執政期間堅持積極北伐，以攻代守，主動出擊曹魏。就算國內負擔沉重，都要不斷尋找戰機。但齋諗清楚睇到蜀漢嘅短板。蜀漢地盤細，人口少，益州雖然富庶，但年年征戰。農業戶口都需要時間恢復。5丈原一役大軍歸來，又發生魏延嘅內亂，軍心亦都需要安撫。所以找臨嘅大方向就係休養生息，整頓內政，暫停大規模北伐，去減少大軍遠征，減輕百姓嘅賦稅同徭役，致力於恢復農耕，整頓官場風氣，協調蜀漢內部嘅各方勢力。益州本土士族先州、舊部早年跟隨劉備嘅老臣，都盡量平衡各方利益，唔製造新嘅矛盾。唔好以為齋呢完全放棄北伐嘅理想，佢從來冇忘記興復漢室嘅目標，只係認為時機未到，只係唔想消耗國力，無言發動大戰。與此同時，費哥都逐步成為蜀漢嘅第2號人物。費哥就係當初去到魏延軍營傳達命令，又騙過魏延逃走嘅嗰位官員。費哥機智冷靜，善於調解人與人之間嘅矛盾。當年魏延同楊儀日日爭執，好多時候都係靠費哥出面勸解。後世好多史學家都認為，如果諸葛亮臨終可以將費哥擺喺更加核心嘅位置，話唔定魏延同楊儀嘅悲劇可以緩和。總盟主政，費哥做輔佐，兩個人思路相近，都主張以穩定國本為優先。蜀漢呢幾年對外主要維持同東吳嘅同盟關係。當時曹魏亦都忙於處理內部嘅權力鬥爭，暫時冇大舉進攻益州。蜀漢迎來一段難得嘅和平喘息期，就係呢個大環境之下，姜維嘅機會慢慢來到。姜維本來係魏國天水郡嘅官員呢，當年住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天水郡懷疑心向蜀漢，逼得姜維走投無路，投降蜀軍諸葛亮一勁。姜維就好欣賞呢位年輕人。佢讚姜維忠勤時事，思慮精密，又精通軍事，膽量過人。
諸葛亮將姜維帶在身邊，不斷提拔，希望栽培佢成為蜀漢軍隊嘅後起之秀。諸葛亮在世嘅時候，姜維雖然得到賞識，但資歷尚淺。北伐之中，姜維多數係擔任中層將領，仲未去到可以決定大戰略嘅層次。五丈原撤軍，姜維都在場。當時嘅角色只係楊儀嘅副手。魏延死咗之後，蜀漢之心一線大將已經所剩無幾，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黃老已經全部離世，魏延被出佢殺。吳義呢位蜀漢重要將領後來亦都過世，蜀漢軍隊急需新嘅軍事人才頂上中游。雖然主張休養，但佢都要繼續培養軍事骨幹。姜維有對抗曹魏嘅豐富經驗，熟悉雍涼一帶嘅山川地理，本來就係涼州出身，對涼州地區嘅羌胡部落亦都有影響力。沙冧開始逐步給予姜維兵權。一開始姜維嘅軍事行動其務細，唔係動員10幾萬大軍北伐，多數係帶住少量部隊去到西邊涼州邊境一帶活動，聯絡羌人、胡人部落，招攬外族勢力，小虛部同魏軍發生衝突。呢度就要講下莊啦，一個好大膽嘅軍事構思。諸葛亮歷次北伐，大多數都係選擇出兵岐山或者走陳倉嘅路線，由秦嶺北上進攻關中。呢條路山高路險，糧草運輸極度困難，多次因為補給跟不上而被迫退兵。雜念覺得秦嶺北路太難走，佢提出一個新方案，不如將主力軍隊移到漢中東邊嘅涪城，順住漢水東下，進攻魏國嘅上庸、衛興一帶。呢個計劃想利用水軍順江而下，避開秦嶺陸路嘅撞險。但呢個戰略，朝堂好多大臣都提出質疑。順水落下去固然容易，但一旦作戰不利，想要撤軍返轉頭，逆水行舟就會極之危險，隨時會出現全軍覆沒嘅風險。加上詹林後來身體開始患病，體質每況愈下，呢個宏大嘅水軍進攻計劃，最後只停留在構想階段，並冇真正大規模實行。雖然大嘅軍事行動冇落地，但沙冧並冇埋沒姜維嘅軍事才華。佢安排姜維多次率軍向西出擊，主攻涼州方向。沙冧嘅思路係唔好急住直接攻打關中，先民食涼州，爭取羌胡嘅支持，奪取涼州地盤，壯大蜀漢嘅軍力同兵源。等涼州到手，再有西邊士機機進圖。關中呢一套亦都成為後來姜維長期堅持嘅作戰思路。不過，就算有鍾林嘅支持，姜維當時仍然唔可以隨意大舉出兵，因為仲有費哥制約住佢。費哥嘅立場比鍾林更加保守。費哥認為連諸葛亮咁樣嘅蓋世奇才都唔可以平定中原，何況我哋呢班後人，與其貿然出兵煲孔求勝，不如保國治民，守好蜀漢嘅基業，等待後世有才能嘅人去完成大業。所以每當姜維想要大舉北伐嘅時候，掌權嘅費哥刻意壓縮姜維手上嘅兵馬，撥俾姜維嘅軍隊通常唔超過1萬人，姜維只可以做邊境騷擾小閪部進攻，唔可以發動決定性嘅大戰。呢個階段嘅姜維內心其實好矛盾，佢記住丞相諸葛亮嘅遺願，一心想要北伐收復中原，但國內嘅執政層主流嘅聲音係休養防守，軍隊嘅數量物資都受到嚴格嘅限制。佢唔可以隨心所欲實現自己嘅軍事抱負。蜀漢朝堂亦都慢慢出現兩種聲音，一派繼承諸葛亮遺志，主張積極北伐；一派就覺得益州疲憊，應該守城自保，唔好再興兵。兩派嘅分歧喺詹林費窮都在世嘅時候仲可以維持平衡。後來詹林嘅病情越嚟越重，身體已經不足以負荷大將軍嘅繁重工作，蜀漢嘅權力慢慢過渡到費佢手上。呢段時間外面嘅天下局勢亦都發生住巨大嘅變化。曹魏嘅朝堂、司馬懿家族嘅勢力不斷膨興，同曹魏宗室嘅鬥爭愈演愈烈。魏國內部權力鬥爭理論上會係蜀漢嘅機會，但蜀漢因為內部穩定優先嘅國策，冇揸緊時機發動大規模攻勢。好多後世讀史嘅人會喺呢度產生爭論。有人覺得詹細哥務實明智，及時停止無謂嘅消耗，保住蜀漢嘅國力；亦都有人覺得呢個時期白白錯過咗曹魏內亂嘅寶貴窗口。歷史就係咁，沒有絕對嘅標準答案。就咁，蜀漢度過10幾年一對平靜嘅歲月，隨住時間流逝，
乍黏最終病逝，蜀漢嘅最高權力正式交到費銳手中。而姜維多年來不斷喺邊境累積軍功，軍中威望一日比一日高。只係費銳一日在朝，姜維就始終受到牽制命運嘅轉折，會嚟得非常突然。一場扣人聽聞嘅刺殺事件將會打破蜀漢嘅平衡局面。費渠之死會掃除姜維最大嘅制約。到嗰個時候，姜維終於可以掌握大軍，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北伐。但同時巨大嘅爭議亦都隨之降臨。好多人話佢係諸葛亮嘅繼承人，亦都好多人將蜀漢滅亡嘅責任歸咎於佢頻繁出兵。下一集我哋就講廢鎬遇刺，姜維終於獨掌兵權，11次北伐究竟係救國定係耗死蜀漢？